生空连理。今天一来的时候，所有在轰动我们整个摄影棚，你知道吗？哦，轰动。对，我一到还没坐上椅子，哎，罗哥，我跟你讲，今天有个辣妹来，今天我跟你讲，喂，罗哥。闹丝流冲那穷啊！我讲用是大概天初伊主动比赛，谈到当日本啊，但是唔记得做咧主本爱把爱加关系盘。废寝忘食入操对，的。嘿，唱啊唱，俺是动好奇，俺是拿来谈，哎哦，有我按难谈啊哦。三姑六男啊，中啊，心魔来了，不错我的心脏，老热大擂台。老热冲下台。好，今天来录强这份所以第10礼拜哈。哎呦，希望咱所有的参赛朋友哈，全部有好的成绩啦。你讲唔该？唔要养 GV 的哈。 6位啊，后背今天有任务。有任务啊。所以当有抢到后背有熟面孔也有生面孔的人啊。哦，熟面孔的较多哈。对，哦，没有生面孔啊。可以来个刺激哦。积分赛比赛规则，大礼拜有无抽样的主题，参赛者七家选过的，经过6礼拜的比赛，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今日的主题，等下请先生来讲一下，先介绍评审先生来。叶家秀先生，请这位先生，请这位先生，罗格里先生。好，来讲规则，叶家秀先生。今日的主题吼，无叫用叫做合作无间。哦，请咪杀7家亲好嘅朋友来对冲，但係佢请落嘅朋友吼，磨转分数，嘿。好，就看你7家表现咯。但是没有影响到佢啊。係啊，所以朋友就會看出腰了。好朋友在發看你是找到好的隊友還是豬的。豬的，對，豬的隊友還是好隊友。好看哦。哦，安子誰？我對沖哦，我特別啲安尼比賽當中，我咪請其他嘅一個單元。好，係啊，對沖拼出什麼火花？我一定當到火花。哎呦，激哦！希望大家今日有當好嘅成績，當好嘅表現哈。哈。第一組。哈裡面老潘英組帶來看電影。哦，一條歌當好聽咧，嚟聽下。今日正經總難得搶到我平常鄉下主持嘅潘英組來合唱，因為佢本身咧就係歌手嘛，所以我相信咧佢一定做得加當多分，因為加油加油再加油！看電影，目珠當當嘅看電影，你一定係天堂下凡嘅聲音，有冇看過安靜嘅小美人？看電影，溫柔深情地看着你，竟然如此為了你痴痴迷迷，心情起起落落，一切都是為你。愛發天主是保護你同向你，過一生意，真真經經，風風雨雨，盼今生窮連理。我要體諒你，關心你，照顧你，相偎相依，歡歡喜喜，甜甜蜜蜜，只求夢裡夜長相依。莫言莫非，付出一切都是為你，真心真意，天地日月可證明。愛發天主是保護你同向你，過一生意，
生强烈你。我要体谅你、关心你、照顾你、相偎相依，欢欢喜喜，天天你，梦里也常想你。爱发天主是保护你、同享你，过一生真正经历风风雨雨，盼今生强烈你。空恋你。我要体谅你、关心你、照顾你、相偎相依，欢欢喜喜，天天你，只求梦里也常相依。看见你。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哦，真的。嗨，哎呀，大家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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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好，两位好。唔係客家人吧？唔係客，唔係啊，唔係客家人有冇唱客家歌？怎么会唱？意氣相挺。意氣相挺。相挺他剛剛是唱客家還是國語的啊？我是唱客家，然後其實我是唱國語，但是中間有幾句有偷偷的唱一下客家話，比較特別的那個地方。但他一直說空電影，把你藏起來空電影。空的那個空的你還好呢，剛剛有人說看電影呢。對啊，因為那個發音他也矯正我很久，雖然只有一小句，可是他都一直覺得我念怪腔怪調了。這個很難為你啦，因為對啊你不是客家人，能夠唱就已經算很不錯了啊。而且接觸到客家歌是你會覺得客家歌很好聽，對不對？很好聽，因為我對客家歌的印象就是比較傳統的一些客家的調調。他搞到另外一組去了。我以為，然後結果發現，哎，這是跟他合唱，然後他才告訴我，其實客家有很多流行的音樂。是，那個是傳統組了，非常好聽。羅太，對對對對，很多是啊風啊。是這種聽到是類似山歌，對，就是經典的，對，去客家出版。對啊，沒有這些山歌，怎麼可以衍生出這麼多好聽的這些流行歌曲呢？對不對？因為條都唱出寬電你。兩位要先介紹一下。哦，他們兩個是什麼關係？你到底是什麼關係？我們就是在節目上主持的搭檔。對，哦，好姐妹。同事。立明的民視哈，有主持一類這個旅遊新角節目，新角節目。然後他是你的搭檔，對，我們是 partner。然後有的人是在熒幕上好朋友嘛，私底下不一定。可是我們私底下也是非常非常好。誰是熒幕上好朋友，私底下不一定。誰？他說那個啦。私下跟我講就好，不要拿到節目上來講。阿翔跟那個，對。就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得出來，好姐妹。金本葉啊，金本葉今天一來的時候，所有在轟動我們整個攝影棚，你知道嗎？哦，轟動。對，我一到還沒坐上椅子，哎，羅哥，我跟你講，今天有個辣妹來了。哦，今天我跟你講，喂，羅哥，哦，等。說真的還假的？請告訴我那一位告訴他的人在哪裡。你就明天得禮拜就等看下個。哦，那我這個哪有一定啊？沒有一定嘛，就是今天真的感謝你哈。謝謝，謝謝啊，謝謝。怎麼樣？私底下到底怎麼樣要好啦？就我們就是常常會一起出去啊，或逛街啊，或者是通電話啊。或者我們在人生上有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都會互相討論。然後其實我們兩個角色是蠻對調的，因為正常的男女的搭檔都是男生是很 man 的嘛，然後但是其實我們這一組的調性，其實觀眾都很清楚，就是只要在節目上有要攀岩、爬山，然後搬重物等等的，全部都是我來。攀岩、爬山，對，然後只要是要做手工藝、縫線啊，然後做蛋糕啊、做粘土，全部都是他來。因為這種東西我就做不好，然後你算什麼男人？對，然後那個也很難嘞。對，然後那個他就很有天分，然後只要是重的，然後或者是開罐子，他就開不開，就說閃開讓我來。他說啊，所以大家都打不開。對，然後所以大家都說我是竹哥，竹哥，然後他是明妹，明妹啊，不要竹哥就好了。竹哥，他真的很 man 啊。竹哥在這裡。哦，時代哈，哎，工作上也是這麼的有默契，然後私底下也是這麼的要好。哎呀，阿家聰。鐵拜對沖吧。鐵拜對沖啊，係咪鐵拜啊？
嘿啊，就很紧第一次张。对唱加创那条歌的谢宇威老师有2个版本，哼，有台语版本，是就客台跟还有客国。克国，客台台语是黄以玲他跟黄以玲合唱。哦，很好啊，听。客国是跟徐锦纯，哦，徐锦纯。所以他就看是着你，母猪当当的看着你，当当的。哎，客家话很奇怪哦。对啊母猪当当的看着你。对，就是我一开始他在讲的时候，我以为他在生气，我就说，哎，这么干嘛深情的生气啊歌干嘛生气？他说没有啊，就是这样念啊，对呀他。就会很咬牙切齿的台感觉。语就不一样，不要台语可能想太多就看着你，对目睭紧紧的看着你，哎对感觉又比较蛮温柔的。母猪当当的。就很咬。不要产生疑问，也不要想太多。哦他的确在生气。啊，他真的在生气吗？没有啦，是没有脾气的人，对。好，来谈一下欣赏的贡好，品。有唱到好不好叶嘉修老师，哎，那个明媚啊，你今天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谢竹哥哈。实在讲哦，我过去，德哥我对那个立明的唱歌还是干部工，声音很棒，声线很棒，但是没有办法把情感唱出来，根本没腔容哦。因为有竹哥在的样子，给他壮胆，所以他唱歌的这个很自然的那种，就是从看到跟我特别喜欢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看着他当当以后，木住当当以后，然后在 C 摩影那个地方就像讲话，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你唱歌像讲话那种感觉。你一定是天堂下凡的声音，让我看过安静的世美人。但是呢，不够完美的地方是，你在这个地方做到了以后呢，情绪越来越高涨了以后，你就忘记你会冲过呢，你根本的冲过。所以唱歌的时候你要有讲话的表情，该收的时候要收，啊，然后我们竹歌在唱的时候，你在哦啊的时候，你就忘记他是主角，你要让给他。所以那个声音呢，不是说要叫你小声，刚才他冲过哦，要把声音要包得远一点。你要帮忙他，不是老是竹哥在帮忙你啊，对不对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应该做一个背景的角色，让来嗓呢变得比较宽、比较厚，去比较搭配他的声音，那样你就可以拿满分。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虽然你今天有竹哥的帮忙，你已经表现超出你的理想了，但是你还是要加油，因为在我来说，你还不够完美，好不好？老师，讲到暗测哪里？有话直说了好，来看一下分数哈，两位的表现。嘿，哈里面的分数。哎呀，哎，每个广东人看到分数懂才还不错，哎呀， 93分呢。感谢潘英竹对，谢谢竹哥。不谢，是我荣幸。哎，希望有机会哈，因为有这种合唱的单元，主题呀什么的，没问题，我的荣幸。谢谢，谢谢，大家，还有谢谢，在边当草。好来，撒下来天一组呢。翻共观人老钟选人带来从头来歌。哦，我有头没后堂来。这次的合作赛呢，我找来之前的战友新颖来协助我。那我们对彼此的歌唱风格都相当了解，希望呢这次能擦出一个非常棒的火花，请大家敬请期待。最也看懂，红旗在跳摆，老你谈恋爱，浪漫的故事有几多？没想到应该思念。
竟然褪色的走，无盼的你，做酒甲人路。从头来讲，爱上，从头来讲，爱上，从头来讲，爱上。从头来讲，爱上，从头来讲，爱上，从头来讲，爱上。你敢袂记得无？你敢袂想起无？眼里童年的我，我心中只希望。偏风给上扑爽，留下的笑容，眼里童年的我，我心中只希望。从头来讲，爱上，从头来讲，爱上，从头来讲，爱上。日本的老豆，人生几快乐。罗大哥，海婷姐，哎，哇好久不见啦！不见。一条歌的分量安尼合唱落去哦，哇，增加当多的生命啊！当好听呢好像换得像一首新歌的样哎。嘿呀，哦，对，就是好听好听有编排过，把它编排像对话的感觉。对对对对对。亮沙对好朋友认識久咧，在就是來比賽認識的。來邊生認識咧哦。哎呦，咁冇伊久呢？所以佢啊幾腔啊比賽啊，哦但是佢較幸運入前2名嘛，哦啊佢冇入嘛係啊。啊，也較較榮幸，也較冇榮幸。很一般。我係咪？哦，所以你就特別請他來幫你對唱。对，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的会靠也蛮像的。跪靠，会考。哦咪头咪头，你有那麼多人可以找，為什麼你要找他？因为感觉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就是外面，我觉得她跟世慧老师很像，就是外面是玉女，可是里面是一个火山。音乐的你有聽方面，到嗎？他說你是火山，裡面是玉女。我说音乐的方面，这个火山主要就是唱歌的时候会爆發的感觉。对。咁樣呢？唔會啊，唔會啊不爬火山。好，所以對他有興趣，对她有信心，有興趣，信心。好興趣。他到底有沒有信心啊？要等一下許上來講。好啦，你唱的這位老師，特別看到安尼電影，我都當歡喜，因為我昨天看到兩三人蹦出火花，然後看到你冇看過沒有看到的那個潛力哈。我先說好的部分，當然服裝的搭配上我沒有話說，我覺得看起來就懂舒服哈。還有啲數歌曲嘛實設計，安尼編排嘛實設計。兩三種哈，我講啊，我知道鋪陳當好，主唱家海軍講的啲數歌曲變藝術型的歌曲，不然這本來是一個人唱嘛。當然啦，男歌唱本來就很難哈。我知道新穎佢有他盡力了，不過我還要講一句話，今天是來幫忙的哈。我知道啲數歌曲分開來唱可能不很好。
当然我吃到的量啥做到的嘛，我谈到汉一半的信了阿玲的合作，我觉得很棒，令人赏先。我吃到东后堂，不过我吃到量啥唱歌要唱演家，我吃到这个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因为很难对唱，我觉得那个柔情度要唱出来。你用啥来上都懂力耶，不过唱出来唱演家的时间，你谈到就是我们听起来的舒服度可能没有办法持久，你听我意思哈？可能两个都是，譬如讲范强，其实 rocker 的上，好，那新颖的声音 ，NVIDIA 是国 Q， 你可能要编发管黑。这样的歌型，其实你们应该好好再琢磨一下。可能这个铺陈，我觉得有点浪费，又有点可惜了。还有两啥哈音的底巴度哈，其实我们听得很清楚，其实合音是不太准的。不过，我当肯定两啥对了，是国曲的编排，好，我希望。这种对音乐的热情、脑精神要留下去，好吗？不管今日分数按样板去，会不会加油？看分数，看分数。来，颁奖观影的分数。加油哦，加油！后面就要加油喽。哎，那些已经踢3礼拜，还有3礼拜，好，好吧，加油，加油，好吧，也谢谢你来，不会，好 ，OK， 下一季有没有还想再来？可以啊，可以，可以哈，可以哈，我们大门随时为你开，好，好不好？好 ，OK， 安子生，谢谢两位合作休息。我来撒下来，来本组老龙贤贤带来当太太，龙贤贤对，看啦。你的 partner 把你做的非常非常的称职，而且他几乎把你拖到最高点。今天是从比赛到现在，我最不想嫌你的一天。练唱上面有问题，那薇姐都会指导我这样子。那你碰到什么最难突破的问题？我可能要唱和声，我觉得是我比较大的问题。所以你今天就没唱和声？我有唱。今不久的partner是萱萱，佢係一位非常厲害嘅歌手。老佢練唱以後，我知道雖然佢當後生，不過當有專業級嘅水準。今不日有一位歌手加持，相信一定做得拿到高分，加油哦！
哥好，海珍姐姐好。顿时觉得文竹变年轻了哈。对啊，我刚有没有哎，这都也开创姐姐，开创妹妹啊。啊，你有没有想要亲近呢？因为一直有在那个电视上关注到萱萱呐。电视上对，就有看就之前对，就是有听她唱歌，很像我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可爱的模样。对，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跟以前的我来一起合唱这样子。想要回到从前，对，就是回味一下，那么活泼，对对对。但是你刚刚回不去的旅程。慢慢变成经典。不要想那么多哈。对。今天18岁啊。对呀。那今天开心就好，好吗？好，我今天16。来谈公平啊！你16啊，你还实际上多少？16。这16。对，16，好年轻哦。哎呀，好好哦。对不对？28的。诗慧老师，25而已啊。OK， 不要再讲了。OK， 今天文竹，安尼讲吼，搭班的看到人唱，听到人唱歌，看人表现啊，其实搭班就像上周礼拜人讲的，真嘅有上司，真的很想捶桌。好，不过今天呢，因为可能有龙萱萱的关系吼，有盘呢。所以有一种唱歌的高了的心情在唱歌的吼，我知道有比较松的，所以其实本过较多的经验，可能就会有较多比较的心情来唱耶稣歌的也好，讲后辈的比赛也好，我希望讲保持今边的心情，继续去比赛，继续来比赛。啊，不过呢，就会讲唱歌的方式应该冇乜问题，可能在律动上面可能。还要再多训练一下，好，我希望啦哈。然后我们回到转到唱歌的部分，其实今边唱歌音准无乜问题，萱萱要带到1号。不过两个腔下唱的时间出现一种我觉得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唱歌的拍的落点，你一直会往前进，记得哦，你要再往后退。我们打拍子，大拍的下来，1、2、3、4，大的带下，莫的当风就开始算的1、2、3、4，一听就大的带下，所以你个时间点全部律动往前进，尤其是副歌会很明显。所以我希望讲，在律动的上面能够再清楚一点，不要受到魔术动去给他身体的影响。这律动非常重要哈，因为弹歌的人会听起来不舒服。好，安子 say。好，安子 say。好，我来跳舞，讲真个，特别跳舞，你们讲的，唱也是做附件用的。那以为就会，是过来就会。过来就会，啊，好会唱歌的。我来看一下分数嘞。来文竹嘅分数。谢谢老师。哎，不差，用 PPR 不同吼，分数要一个哈。安子 say， 谢谢两位哈，回这休息。好来，接下来。主评员由童伟霆帶來草莓。嚟彈過來哦。我老偉霆係農業比賽認識嘅，練唱時節有遇到問題，佢都會同細心嘅教我，希望下擺有佢嘅加持，我一天做得順利拿高分，留分數對準來。
叔叔，大家可以施救。我爱是上来牵的耶稣，因为爱上来对你很太苦，错买卖地方，错买风风似像你的面风，风本爱的心扑通扑通，错买风风似像你就是风，风本爱自家好梦。多么一风风似像一个面风，风不爱给心扑通扑通。多么一风风似像你就是风，风不爱经你看好梦。错么一嗦一嗦，甜甜似像你，似像你。好爱当一次兄弟你。错么一风风似像你的面风，风本爱的心扑通扑通。错么一风风似像你就是风，风本爱经一个好梦。两位好，啊 ，Vicky， 大家好，何经理好，你好。哦，威霆迄之前有咱节目比赛过，前年，前年哦，还蛮久的。你全都要这吼，来跟他们合作。哇，很前年的基多亚好。哦，我们一直都有联络。哦，对，那很好。你看来这里那唱歌还可以。发展到什么？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就是他的音色我觉得很棒。对的，我在问他学音乐的状况呢。音色。我们一直有联络。对，就是遇到练唱上面有问题，那我一直都会指导我这样子。哦，那你碰到什么最难突破的问题？问题哦，像这首歌应该我可能要唱和声，我觉得是我比较大的问题。所以你今天就没唱和声？我有唱歌。不过我要到平台真的同好哈，我来安尼参加比赛啊，有所有的硕士都安好的朋友，有需要的时间就对有唱歌都来共下来比安尼，同好啊，哎呀，好，两位创作英文版的唐下欣赏的公平啊嘞。国立老师，给明义威霆的哈，他很忠心的、很认真的扮好他这个绿叶的角色，而且他扮得很完美，从他们的合音的 match 哈音准。跟他们两个每一次对看的那种默契 ，make， 还有给用啥通照，给用啥合音，都是我觉得我都会给高分的哈。反而我觉得彭军今天很轻松，因为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威霆帮你扛了，你只要拿着麦克风认真的唱好你的分数，你只要不要一点点小出错，你的分数就会很高。这是我看到你们今天这一组演出来给我的感觉。那彭军。当然，人家比赛杜峰这样子对唱的这个机会不是很多哈。很多赛程里面其实还是要靠自己，口气感整起过分的。但是给没有讲一句话，所以讲给没有前面要在趴的请堆的。对。好，虽然说我们给趴的是不打分数的，但是你们两个演出毕竟还是一体的。你们两个你要啥？看他演出来好，这样会过分嘛？演出来唔好，但分数要过要音难嘛，所以。6样题以后，你要好好的谢谢威霆，我给你们的分数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的。好，那也希望威霆以后真的鼓励你再回来比赛，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安尼就看下分数来。主评员的分数。哎呦，高分呢！
师给到满分呢？生5分啦，用啊。本你满分的原因是，彭君这个礼拜进步很多，那尤其是有威霆的帮忙哈，威霆帮他做了很多，其实给其他的各位你们的一个示范，就是说当对唱的时候一直要帮对方做台阶，让他上去，让他上去。本来彭君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些事情，情绪上的起伏，因为他比较不，应该算是比较保守一点的。你要做多了，在这一方面上，我会觉得说，突然间彭君跨了一个很大的门槛。做梦里风风似手，你就是风风不爱，请你看红包。那给你满分的原因，就是告诉你说，下次没有他帮忙的时候，拜托，请你保持原状，这样好不好？好，现在分数落后蛮多的时候，我希望我多给你一点鼓励，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还有拼的哈。好，安子，谢谢。好，你们还有3礼拜还有得拼哦，对不对？加油加油。希望你后来3个礼拜都有很好的成绩。好，也谢谢你今天帮他加那么多分。谢谢 VT， 谢谢。再请我喝饮料就可以。没有，我要等你下一次来等你下一次来等你啊，等你啊。你继续加油。好，谢谢。好，安子生2位好，大家收一下，收一下。下來，潘以涵到童家杰帶來你頭髮。來，躺下啦。今天演唱的曲風很符合我跟伙伴佳杰的親切個性。之前有聽過雅君老師跟謝雨月老師的版本，想再試試女生合唱版，希望讓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的一段表演哦。哇，美丽。你
你看你哦，你也很厉害，找到黄登辉他老婆来。琪琪呀，哎，他较好款是吧？很像啊。我刚刚在台下，琪琪怎么来了不是琪琪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客家人嗎？係客家人。客家人。哦，盲式看歌見呢？係係 T 拜來。 T 拜來。係。但是唔係創作歌手嘛？我要創作客家歌。要創作客家歌，啊要出版冇？忙啦。忙啦。哦，這個寫呢？寫好高。啊有想要出版冇？希望有機會啊。有機會啊！哦，安尼做，我知講，來安尼節目，先做迄個跳板，創啊以後比賽，成績好嘅時節，最有機會。好。好嘛？好。安會創啊？怎麼認識的？對呀。因為我們有共同喜歡音樂的朋友。哦。對，然後後來因為我要學習一些客家歌嘛，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他有在創作歌曲，然後也是客家人。這麼剛好，對，他就介紹我們，對，介紹我們認識。那我有歌唱上可能客語咬字的問題，我都會問他。所以他是你的客語啟蒙老師。是。哦，客語老師就是找他，就對了。對。啊，要不唱到樣板，我聽起來很舒服，但是老師們，葉嘉瑄老師。依涵哦，你嘅客家話的咬字越來越棒。然後今天呢，我就才發現，每一個段落，每一個應該換季的單一的句子，你都在做，這個真的很不容易哦。對一個完全不懂的行都李亞哈，我覺得說，客家文化這個，謝謝湯小姐你給她的幫忙哦。因為依涵真是個天生就是個歌手哦，實在講骨子裡頭就不會衝口，所以我感覺是講，今天的兩個的表演呢，加上佳姐你。幫忙青島哈，然後甚至談到依涵的咬字裡面有真的非常非常道地的客家的那個東西，有點小卷舌啊什麼那些東西都出來了哈，所以對依涵還有更高的評價哈。那所以呢，在今天來講的話，老實說，我實在挑不出你們兩個的毛病。好，謝謝，那個分數可以期待咯。哇！來，撒下來談一下起司 V 先生。我今天其實還真的很驚豔哈！我今天從頭很認真，非常認真看着你所有的動作，你所有的歌聲的頻率、線條，然後你的律動，我看得好仔細。我今天覺得你的 partner 把你做得非常非常的稱職，而且他幾乎把你拖到最高點。所以你今天因為亞數各位你頭髮，其實它就是需要有一種清新感。你沒有帶着任何一些唱歌的技巧在裡面，這是我覺得讓我覺得最放心的一件事。你可以從頭到尾不帶任何這樣子所謂的歌唱技巧在裡頭，因為我們要的就是它的純潔。他的純真，所以金碧呢，你做得非常好，你那 partner 跟你搭得太棒了。今天是從比賽到現在，我最不想選你的一天。OK， 就是這樣。謝謝老師，謝謝老師。哦，我們分數應該不差啊，來看一下。來，潘依涵的粉絲。如果我們節目有對唱的時候，兩位好像都常常會合體啊。有，之前有過。這樣常常合在一起，你不會覺得膩嗎？也出有可能當多年都碩士哦。碩士係。一時從賣出去有較便宜嗎？又沒領歸啦。的粉書。现在是什么情形啊？一個獎金挑戰賽的比賽，這個是愛的鼓勵的分數哎。我來補充一下，我補充一件事情，要不然唐到後場，你就免不了要送了公良機。只有你不團結，只有我跟一分就差進來一下哈。那我解釋這一分差掉在哪裡？本來這個水準應該是要給滿分的哈。那個佳姐跟怡涵，你們每一句的和音，尤其在副歌的時候，那個尾音都會歪掉。
给一点小小的警告，很棒，加油！好，超欣赏，真的他超紧张的，为什么？他很紧为张。我第一次唱和声，他没有参加过歌唱比赛，然后又第一次唱和第一声，次上这种对舞台，对，有摄影机的舞台。没有，私底下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歌唱比赛，真的哦，他都在幕后。那你看，你天生就是有这方面的能耐啊，对不对？嗯，谢谢。对啊，这老天爷给的。嗯，哦，有机会来一下，来我们节目，好，好吧，唱好听的歌给大家听啊。好，好不好？好 ，OK。那有一回生二回熟，你下次来就不会紧张了，好吧？好，安之 C， 恭喜啊，恭喜两位，安之 C， 好来回座休息。哇，竟然快到满分了呀！哎，不能下一组应该是信誓旦旦。哎呀，他觉得应该我今天找来的那个 partner 对不对啊？我分数一定是给没请狗哎，结果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的这一组我来。刚看到文心的表情。哎，加油，朝这个99分跟他拼了，好不好？反正还有1分的空间，拼了！加油啊！加油！好，李文莹、陈婷婷带着流浪。躺过来。我今天呢要带来的朋友就是陈婷婷，那大家一定对她很不陌生，对不对？她的演唱实力真的是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们两个的默契非常好。我相信等一下我们的表演会非常的精彩，请大家拭目以待。相愛離棄，留下孤單嘅最愛。不係愛跳過一個名人，就是愛離開愛上，有意義愛不會轉來。流浪啊，心情無影愛降落，世界安排。世界安排的你了卻下，流浪啊，錯定唔將來改嫁，愛係馬薩，讓愛感染一輩子流浪。Tell me where is strawberry field? Show me whether it is nothing real. My life is like a purple haze, intoxicated and game of the vibration. 루루 정도는 숑히 분순 짱짱 가잉이 공 어떨 뿐 네가 숑히想到強下嘅聲音，流浪途中嘅故事，錯在樹下，可以愛係跳擺感應。流浪啊，心情無影愛降落，世界安排，世界安排的你了卻下。流浪啊，錯嘅。轉來開叉，愛係馬薩，讓愛感染一輩子流浪。
他要干嘛？你就做嘛？了，太投入了。怎么？你摔倒啊？不是，我刚刚想要走过来，最后一个切杀。哎，我下去了，他还没结束。人家年轻啊。我 make it。他以为你跌倒。这首歌那么这个经典，那么强势。哎呦，感觉我们是母俩本上就会好朋友，从战友到变成好朋友了。哦，不是从粉丝变好朋友。有啦，一开始我也是他的粉丝啊，就是觉得。哎，你们两个都在客气啊？没有，是真的是真的。如果我们节目有对唱的时候，两位好像都常常会合体啊。对，有过。对，不是你找他，他找你啊。哎，有之前有过。这样常常合在一起，你不会觉得腻吗？不会啦，不会。不是，好像也才第2次。当如果没有人找的时候，就不要紧。没，因为平平也16届的时间啊，文心妹16届的时候有来一起参赛嘛？对啊，那时候其实常常都有感觉上，好像你们会常常一起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没有厮杀合作。要谈公平，后来。好，来谈一下公平。这位老师。我来先讲，我会先说谢谢婷婷哦。那我觉得婷婷这次来有帮文心加了很多分数，而且婷婷可能比赛过后我们很少见面，但是这一阵子我相信你在音乐上也经历了很多。我们听到你唱歌已经变得比较内敛一些些，然后我常常说有的人哈用身体的语言。有的人用身体的语言，来表现；有些用身体的语言，用肢体来表现。像每一个人，像刚才的彭君，有的人用嗓，有些人用声音来交流。用啥唱歌像跳舞，两人唱歌要像跳舞一样，你进一步，我就要退一步；我往前的时候，你要记得往后退。这两个人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其实刚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有觉得，好啦。我如果要说的话，我有听到客语版的 Mariah Carey 跟 Whitney Houston， 好，我觉得那个感觉我很喜欢。我在讲黑文行同一届比赛的时候，那一届也太多强手了。我必须要说，在那次比赛之后，我看到文心是他已经没有自信了。我很开心在这一集里面找回自己的自信。以前你爹唱歌，你在之前唱歌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尾音你都跟不上去，你都没有力。我们觉得你应该要唱得上去，你就没有唱上去。不过今天的第一句。打扮啊，刘三妹那里，你已经就唱到，你就已经先感动我了。我觉得婷婷做的很好的地方是说，她真的往后退，她合音的部分，她就完全衬托文音哈。所以在这首歌里面，来当戏份得的铺陈，就是这首歌你们的铺陈是非常好的，一直到最后，我觉得很少看到两个女生把这首。非常摇滚的歌曲唱的摇滚中又有带有柔情，我很喜欢你的铺陈，还有你们的音准其实还都蛮准的。对我来讲，我愿意给你们满分，谢谢你们的演出。谢谢老师。如果李老师有补充哈，因为我今天给满分，我直接说了哈，那不得不给满分。其实我很不想给这个满分，那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就是这样子实力拿出来，我就是满分的实力。你凭着你不高兴，你也应该给我满分。我喜欢你们这种态度，所以我给满分，是这样子的。那你们今天表现的实力，真的也就是满分呐。如果真的要我给建议的话，我只能说，婷婷你的锋芒太露了，你到哪里去，你永远都是会把主角压下去，然后你变成主角那一个。其实我知道婷婷你今天已经一直在收了，可是你的光芒跟那个 power 是永远盖不住的。真的希望你留在台湾，你在台湾，你不要唱国语歌，你不要唱闽南歌，你就尽力唱客家歌吧。我跟你讲，一定会有出路。你相信我，客家歌在台湾一定会有出路。然后也不止台湾有客家人，全世界都有客家人，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客家人，对不对？哈，我鼓励你继续唱客家歌，好不好？谢谢。来，看有办法比加已经99分哦。哎呀，关亚组有100分嘛？来，100分，100分。李文贤1分，输。谢谢老师，还是很高啦，比上次高很多。很棒，很棒，很棒。比上次高很多，也是7分。比上次。加油！很乐观，对啊，不然。还有3个礼拜哈。谢谢，谢谢。按姿势在边当中。嘿，
嘿啊呀，传统组的比赛，第3礼拜6强1分赛。安尼比赛之前咧，介绍完咧评审先生。来，认真先生，恰奇嘅先生，罗毅先生，李春华先生。今日有唱到一个泰来宾，泰来宾哦，我来做一下示范咧。哎呦，懂好啦，可以不参水澡了，你参考一下。参考一下，我呀泰来宾，我已经唱过样板唱，那么唱到暗后堂，怎么你们边欣赏这样？哎呦，哦，很满意呢。哎，210，带来平板，来看看啦。陆老师好，两位主持人哈，好久不见，帅哥久冇看到，久冇看到，还好啦，听讲爱休上的哈，那讲不爱听，哎啦，就讲不听的啦，没有，假的也没有关系，假的没冇相关啦，嘿啦，好听不会听，哎呀。后堂之后呢，啊帅哥，难得来当客座评审老师，咱讲真久无安尼唱，我紧张呢，我紧张啊，因为按到台视前面那个唱歌欣赏，坐到隔壁，也欣赏的那边，罗毅欣赏啊，
我个先生坐到隔壁，所以我个压力千太安尼。我先生咩来比下先生哎呦，还有啊，两个先生啊，第一个我迄老我个赖比哈老师，然后学网乐器的时间，然后是这个谢启国老师嘅位去。当然大家底吼，那个赖比霞老师已经去做弦的，但是我希望谢启国老师哦，聪明百世。我希望佢聪明百世。因目前找到个 CV 哦，3V 啊，客家嘅三巨头啊，三巨头，全部太排。罗莹莹，你以后也是了哈。你以后也是有朝一日来，慢慢来。要一個呼氣哦。真的，哦，那節目真的做的油腔都係客家嘅三巨頭，錯到不容易哈。節目不容易啊，公信力一強嘅，對吧？對呀，我個油腔來做人咧。哎呦，安排謝謝。本來呢，沉水朋友啊，你啊，對啊。不用強鬆一下，示範一下別。後來先生告訴你，而家有啲攞要教學生嘅嘛？要教喺度，要教當多冇？冇當到啦，喺先生要教啊，等於嘟好安尼。當日嘟好，當日嘟好，當日只有上課安尼啦，只嘟好。所以而家到目前，當日都係有啲教學生嘅。有，係有。唔係係有迄個乜個國立藝術大學。哦，佢啊，迄老人哋個賴碧霞老師，鄉下去個到個國立藝術大學個傳音系、傳統音樂系個，係傳統音樂系。深入校園。但係做欣賞啊，還做安尼主持人呢。有做主持人有冇？梗係做主持人，客家天台主持人係咪？唔係，係要咩？我什麼？我個感謝，我個車先生，車幾位先生。有，我老鄉下去主持。對，他就體恤嘛，體恤學生啦。主持個節目人都嘛三個太家倉，係沒有。人家要出一本書，係嘛？唔係，嗰一本書係先生出來，唔係藝出來。車幾個先生嘛，係先生出來，係先生出來。今日多謝呢，謝謝，節目通過本大家做一個好嘅示範。客家愛心寶貝，謝謝。但事情可能先問我做喎。哦，安尼係嘛？我坐張來哦嚇。我先坐一下裝下啲客座老師。哦，安尼好，謝謝。談一下呢沉水朋友唱歌嘅。好。但係有乜嘅意見能請教哪裡？冇，好嘛？好，安住先。馬上進行今日6強比賽，比賽之前唱一下先生，講一下今日規則。今日有唱到，咱認真先生。恁關於沉水選手哈，今日唱嘅主題呢係山歌唱來哈，鬧連連。所以講，人家就開始學習山歌嘅時間呢哈，一中間嘅心路歷程哈。然後呢，中間有發生乜嘅神奇嘅事情啊，然後也乜嘅哈，人將一歌詞都表達出來，還要注意嘛咯，就講人哋咬字，嚇韻味一定要注意啊，嚇，因為也係人哋大家積分數呢，嚇，一啲啲咧就檢查唔得咯，誒，所以呢，希望大家各位選手啊，嚇，大家呢不用輕鬆來，我相信呢一兩禮拜啊，嚇，人哋出嚟練到嚇，講下立數嘅啦，哦，所以呢。將平常練習嘅時間，今日來比賽來唱就做得，啊，大家加油哈！好，安子謝，好，今晚今日站隊朋友大家注意好成績，好啊！有請 TV 涂元芬帶來老山歌。來學習山歌了咁多年，真歡喜，也認識很多好嘅朋友，希望我能夠留客家文化一直傳揚下去，加油哦！山歌，夢來刁難，將來喲。
哎，唱得很好听啊。连冲三公有安尼潘一的嘛个歌友会系咪？哎呦，某潘歌友会啊。咁我好参唐公冲三个有一堆的那个哦，同后一条歌会有，就是许多。去比赛重数的时，只有熟识到青岛朋友。哦，像下连冲三个的吼。一个会有啦。对了。也出去可能当多年都熟识喏。哎，熟识嘿。一时从买出又较便宜嘛。又没领归篮子。当来了。都念记得我我真念伊哦，伊讲伊今要来呢。一定那个 FB 留言，罗哥你好帅哟！好久没看到你们了，很想你们了哦。黑妹。哦，今日创业肉三公，这个甜的字创到样板了，他是先唱欣赏的公平啊。哎，你是欣赏？今日突然风50呢哈，创的时间呢哈，就讲野上钓果蝇的时间了哈，有太勉强，那边都嘛呢？硬用尖上去啊，吼，硬脚上去啊，有啲咧绳啊，吼，弹起来无圆圆啊，唔拉圆圆啊。尤其像喺天机嘅后背嗰度加用啊，剝嚟調加下就有顯出來。所以你面有一啲啲咧做嚟冇馬講，但是你做親後尾也機嘅時間啊，吼，有冇？也個推搖嘅時間吼，因為佢推係屬於果片挑咩果咩，所以你那你說從上去嘅時間也上會當力啊。好，就變成講，大家講嘅無拉演員啊，演到數面嘅時間，當明顯啊，就走現，啊走出來嗰種安尼，所以講冇演員數面數咧，我冇買1000獎啊。當然啦，就講，人家創安尼歌嘅話，嗬，清亮咧，嗬，哪裡玩哦，一起啊，坐一嚟喂。有冇？人哋講啊，講到一層家都講咧，丹田之力啦，用出來啦。好，唔免講硬後連頭硬鹹嘅聲唔好查，人哋成個喺錯後音都好發，無人一首講要到胸腔入邊發聲。但是你人呢一錯一就會響起來爭錯噶。按你發嗰種聲咧，真會要穿透力啦，所以講要穿透力，真會要飽滿，然後咧又有拉力安尼。好，唔好硬鹹嘅時間，我試到有啲啲咧。我邊度講咧？高音都假面時間，我覺得一啲啲是哦，是嘛？我衝你啊！好，所以講你要點樣注意啊？好，很仔細，好，來看一下分數，來。拖延風嘅分數。貌似流從那窮啊！我講用係個天才嘅主動比賽，談到當日本啊，嗰時唔記得咗咧，主本愛。把爱家关系款，废寝忘食入操嘅。对，系操啊操，俺是动好奇，俺是拿来弹。哎哦，有个按难弹。哦。媽媽唔會唱，佢當會彈。我本建議冇。我呀，我唱唔出佢啲呀。哎呦，厲害哦！我會唱歌只唱好平凡。哦，咁媽媽佢哋做客做評審。我唱唔會照演啊。拖延風嘅分數。謝謝。9分，有滿意嘛？有滿意做得嘛？有滿意。有啊，有滿意就好了。哦，恭喜哈，恭喜！謝謝下來啊。3禮拜嘛哈。對，還有3禮拜。好 ，OK 好。我下來。金峰帶來3個字。可能。大家好，因為我媽媽係演出面，剛開始學客家話嘅時節咧，非常嘅辛苦。不過我自己要當好唱歌啊。今半夜來幫大家來分享我學山歌嘅故事，希望電視機面頭前學山歌嘅朋友，向下來讓我加油哦！
家好。剑锋子呀。哦，今日创到动词演呢。系啊。嗰種冇乜嘅壓力樣嘅。有動緊張啊。冇我看根本嘅動詞演啊。動詞演咯。動詞演啊。可是性感薄薄白哇。乜嘅人然後會接觸到一個成果嚇。因為吼，我家本客家人嘛，吼，我家人是個天春嘅主動比賽，個伊談個山歌比賽嘛，個有一擺去天春去看比賽，個是唔記得啦，看談到當日本啊，個是唔記得咗咧主本我家關係盤，個是包計程車啊，吼，轉去主本我家關係啦。我講山歌要嘛個好聽，他唔是彈過，我是。有一擺是，彈到安尼廢寢忘食入草嘅。係唱啊唱，我是動好奇，我是拿來彈。哎哦，有我按難彈。哦。跟原住民的歌不一樣。係啊，唔是彈過客家歌嘛？哎呦，用我按難彈，嗶嗶嗶嗶按頭。嗶嗶嗶嗶好用嘅。後來我剛用是磨菜類嘛，往生嘛哈。後來我就到49歲，49歲嗰年大病一場。瘦10公斤啊！你說你哦？我是49歲那一年大病一場以後，太平一瘡啊！瘦10公斤。嘿，瘦10公斤，45公斤。剛好後來凍卵8個月後，然後我的好朋友，你的小蘋果，小蘋果，哎，後來他來找我說，我們來去學山歌。然後我們就說來去天川日比賽，啊，因為他閩南人嘛。然後我是外省人嘛，講你來去天山日比賽，講落去啊，你報還是報馬莎叫馬莎，兩沙是去比賽，上過天川去比賽，比了2，蟑螂怕拖鞋，沒有入圍啦，提白是沒入圍啦。阿姨小蘋果有入圍，冇兩沙冇，2個都沒有，還好啦。後來我們只聽動動音冇去比啊。是去學山歌。既然51歲，我頭先 Q 我生病生完以後，可能是人家說的什麼沖洗嘛，洗沖了以後，可能就開始慢慢的身體好一點。後代後是去學山歌。沖洗之後人好了一點。然後又去比賽，天川去比賽。但開始慢慢的接觸客家歌啦，三大調啦。哦，所以啊，越唱越厲害。也爐火純青哦。我又碰到我的一個乾女兒啊，我的那個咬字唱腔都是她教我的，林采莉啊。本來想要做給她，收起來做乾那個媳婦的，後來我說我有3個兒子，給我做媳婦，給我摸愛。摸愛啊？做娘摸愛。都不是她的菜。不是她的菜了。哎呦，真的。對，她太挑了。對啊，有時候不要太挑，要不然以後沒人選，我跟你講。哎呀，有樣呢！他嫌我兒子太老了，我兒子最小的31歲。對啊。什麼？31歲太老？對啊，他17歲啊。哦，那真的太老，有點老了哈。好嘞，唱到樣板嘞，好嘞。恰佢嘅先生。好，吳建峰小姐哈，今日帶來一個山歌子。其實哈，我因為講而家做得唱到較輕鬆，一個抗壓性啊，相當嘅重要，尤其到一面哈。一個抗壓性就可以越強哦。好，今日嚟講一個山歌子哈，是有章唔可以查，但是呢，你今日唱嘅山歌子無脫，所謂無脫係乜嘢？連牙帶刺，嚇，尤其最明顯呢，咬死了有冇？咬死了唱哪一腔啊？你嘅咬死了嘅到位，接嘅唱腔嘅是都是會有。連牙帶刺，就是說比較無開始脫節，佢可以唱到入嚟，唱到嚟。再過來呢，佢俾參加第二部分，係呢有一些呢上要辣，嚇無強了一送啦，一到位嗬，一係因為你本身緊張啊去，我造成個人嘅聲帶較輕。無強了送。還有一個認真練唱望神功，一個望神功嘅時間，一個迷音數迷音哈，同佢數較講的文嘛，哈，你不用越輕鬆，你數嘅迷音就會越講，你越緊張落去，一個迷音冇辦法發揮出來，就冇辦法講，他成到當完迷嘅，所以盡量
不用轻松唱啊，加油加油加油！新梦先生，请客座教授哈，谢谢，加上音啊非常的好，韵味啊做得非常的强。当然啦，两下专业安尼六强，当然紧张一定会的，但是希望你唔好紧张，继续表现哈，好好的拿到好成绩哈，唱得非常的好，谢谢。啊，先面对现实好了，面对现实好了啦。金峰的分数来。分数同好啊！好，谢谢。恭喜啊！恭喜恭喜！哦，谢谢大过分咯，家。小心下来。在呢邊當炒啊，殺下嚟。唐真草帶來平板。當然啦。我係除咗喺以後人開始學習長山歌，學到呢下已經就要我10年嚟，我特別希望我先生非常係用心嚟教我長山歌，希望能夠得到好嘅成績，再感謝我老師。郑聪吧，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你好。你用想到今边因为夹一个九九啊？不用做哎。哦，不用做啊。很巧哎。哦。说很巧哎。对对对对。嗯。你用办开始今日从客家山歌也得集团啊。学唱山歌嘅，我本來要先學唱歌啦。我就冇得唱風啊。我近年幾時唱歌，唱喺彈唔識啦，我唔係唱。我是聽人去嘛，去唱去彈。像我彈完半年，我彈講要歌，我彈唔識呀。彈唔識要歌。我彈唔識歌啦，因為佢下期啊，唱歌班都是唱，其實愛先不你唱，佢冇教你啊，冇先生教誒。是愛先的人啊。好。特別先生愛先呢，其實冇人愛人啊，佢乜個條件唔得。後來我多了先生是啊，我多了先生我學嘅嘢其實，我也唱歌嗰時先當下來，我也唱唔得。你也起你唱唔得。有陣時就表下來講，你唱嚟也起人做得，係幫佢唱，要唱得咯。就學到呀嚇，你參加比賽，田村嘅比賽，要參加比賽，要比到頂。輸到昆天。那到4點啊，最頭點。4點。係啦。第佳作。第4名。第4名。係啦。跟錄音組唱白冷沙比賽吧，係啦。哇，你厲害！我一下要企到呀。係啊。成績要按好。一隻舞台對我傳統客家挺好啦。依家舞台後來表演啊，幫我正正喺條街，嘅唱歌嘅。跟因為哈，對，客家都當好，係啦，還是
请翻扬的舞台啊。对，所以我上摆来比，虽然冇到前3名，但是也摆来拼，看也摆有办法拼前3名，好不好？来，先谈一下公平来。英老师，你基本嘅上任要下亞掉。係所以談起來呢，從起來要到強咁樣先嗬，所以除非表現呢個曲調，香港嘅呢節奏，嗬，就係按當規矩按唱，嗬，不柔軟，嗬，上任柔軟度不夠，嗬，我知道下，做得下好嘅，嗬，就係最尾2句，嗬，一音一詩搞藝唱，嗬，而見上台。小好好，嗬，小好好，冇唱出本來感覺當輕鬆嘅感覺，嗬。小好來好啦。所以梗係感情愛唱出來，愛當樂線啊，遊山玩水啊，嗬，那嗰種感覺唱出來，我想做得克服聽嘅基本嘅朗讀嘅嗰種感覺，嗬，我知道上任很係做得表現很係好的。係啊，是嗎？好，謝謝。好，來看分數啊！好，彭真唱嘅分數。61分。分數沒好哦。唔係啦，我叫人朗讀上學要按分數，我要前班。真係嚇。係，當慷慨，係3禮拜。好，阿根身體過來嚇。好。加油！好，希望啊，按這些，好，在邊當坐。接下來，陳梅強帶來羅山歌。等過啦。大家好，我媽媽呢當好唱山歌，所以我是學山歌。為到媽媽呢，我是來鬧熱大擂台報名唱山歌，我會認真唱下去。阿媽媽，你到電視機頭前，讓我加油哦！真嘅冇上分數嚇，真嘅冇上哦，便宜你啦，精彩大大咁偏呢，那有可能冇上分數，來比賽一定希望分數越高越好，歌詞，歌詞啊，他上媽媽，上媽媽唱，哦，要嗎？要唔係我上媽媽，媽媽當好唐山歌，媽媽也應該喺電視前面看哦，會看，一定會看，媽媽你好，媽媽好。媽媽你好，梁生要媽媽買呀？要咩係選佢買啦？媽媽呀，係冇本錢本錢買衫喎。喂，啊？
你这么生意呢？你这个要赚钱呢？用叫迄妈妈的洗哦。嘿啊，真对的啦。还做到老又咩迄家洗哦。哦，对了对了，这是。佢都英語會講唔中意嗌死我啊！青蒿糖葱散果啊，係。所以蘇媽媽影響狀態。對。媽媽條擺會沖冇？媽媽唔會沖，佢當會糖。當會糖。會半建議冇？我呀，我沖唔沖佢啲啊？哎呦，厲害哦！我會散果子沖到平板啊！咁媽媽可以嚟做客座評審嘅。我沖會椒鹽啊！我頭擺問過迄婦產熊先生，伊講誒。啊，平板伊講當到安尼學員啊，我講平板散果子個倒帶落散果倒來炒倒來，叫當簡單啊，你就彈個前奏，噠啦啦啦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啦，叫做平板，啦哩啦啦哩啦啦啦，叫做散果子落散果啊。到你下嗌出來嗌自家安樣原木嗌嘛，沖唔出來。真嘅呢。散果子會沖到平板。青島呢，他幫人哋攀呢海選的時間有冇？好啊，請問一擺帶了馬個本太家堂，啊帶了平板，結果沖下去炸炒的炸肉散果。哦，所以佢家唔沖嘛嘅，唔加沖嘛。肉散果。哦，靠天啊！靠天。但是單方下平板呢？咩？唔咩啊？便宜唔多啦。我嚟見你沖緊樣板嚟談一下先生講。小夏先生，其實咪講嘢飲者意吼，我係咁講人家，甲面先生來指導你輸飲的時間，我就咁講，你輸飲的時間，你缺點就係條前就我動態上，到後背哦吼，氣不足，所以你特別沖咧後背時，你嘅氣不足，輸飲是不來飲，我注意哈。來自頭人家莫上分數，你莫上分數，係咪就係咪加個有結果？你創個鹽練到當成黐，當磨順，所以做你看嘢判狀態，我哋會當成黐嗬。希望就好加油。好，哎，來看一下人家嘅分數來。係陳偉強嘅分數。愛上了蒼藍。人家分數3禮拜累積起來一個分呢？當大。當大哦，哦，你都唔是緊張嘅。不管係腔源哈，然後你嘅推風表現，我知道都以後，每日係講讓你建議就係。陳偉強嘅分數。6分哦，佢是3分哦。係啊，恭喜呢！啊，還有3禮拜。加油加油！這個年正常。啊啊！再係媽媽買獎3本獎哈。我要傳單呢。傳單呢。啊，就這樣就這樣，好，準備當場下來。羅風飛帶來3個字。好嚟談看啦。頭擺寒暑嘅時節，當接聽到爸爸自家來現唱山歌，所以我對客家山歌有當深嘅印象同興趣。你按多年來，我有沒有同先生加減學？希望大家同我共享，一唱山歌心是開。
吼。好，我还在抖。你在抖什么？跟比多呀，很厉惨嘛，干哦。越来越紧张。哎，你算是老鸟了。啊。越多后背会越紧张，是吧？奇怪。有压力的。越多后背真的比赛出来呢，你那个得失心就越来越高。你可能想要比较体面的面。人分数3礼拜累积起来一个分呢。东大。东大哦，哦，这不是紧张的。个大系嘛紧张，你看还有上礼拜啊，同个前3名的差一点那个做，也就会紧张。希望我们有第6名。对啦，做了最坏的打算了，蛮消极啊。当好的心态啊，对啊。哎，讲真的，我看下个吼，个写讲懵的，你因冲到已经负到第6名的。无时间嘛，无上到安尼吼。上到，啊，当时让我想讲，我就冲安尼3个嘞。从细哈，我是听爸爸会来演，他会来演唱3个，他那个演哦，他自己做的。啊，后来因为我们特殊无限啊，要读书哈，没有跟他学。等想要跟他学的时候，他都没才嘞。没才有一年哈，我妹妹打电话讲，这是个孔子庙哈，要教唱3个啊。她讲有呀没呀？我们就3姐妹，跟妈妈4个就去学。有2位老师教了哈。学到不久没去救，就没开班了。没开班那，因为我在那边就有认识的同好，都是那个唱山歌哈。就讲哪里有在教，我们再去。所以我们就到处跑去学山歌。唔要本来台湾人讲来参加安尼闹热大会台比。我们同学个许胜敏啊，许胜敏太高了，也来参加。哎呦，今天又来啊！他自己一个人呐，同学就说，你陪他去啦，你陪他去啦，这样子。那样有攀呐。结果我们脾气来，佢做到本人拜拜的。吃体嚟按喊啲流都不在当行。变相。你面色你好啊，对吧？好啦，许胜敏太高了哈，好。安尼先来谈先讲别，好不好？那你真先生。罗凤飞老师哈，今比唱呀哈，前半段弹起来哈，也声啊当流量啊，哈唱来啊哈，也就讲，我想今比以前啊哈，比头摆呢有较声控制的较好，但是呢都也后背2期的时间啊，下半段的时间呢哈，当然啦，也戏啊哈，无平匀啊，无均匀啊，尤其啦。唱到闹我耶啦，呀闹我，把这戏在糟蹋，耶啦，也了哈，表示人戏无钱啦，人家都后背就低嘛，打对了，台哟，佢就后背啊哈就唔拉米啊。所以人家就唱山歌呢，哈，最重要係嘛咯？睇下詩啊，哈，人家就要唱，安樣係去做比詩章強嘅，你去熬啊，就伢啦，一路了我擔啊，一擔就唔對嘅，我擔呢哈，擔，詩上擔，切到一上所帶下啦，一擔啊，安樣去做比都一擔詩章嘅話，一路啊。我擔啊，太上那嚟做章來啊，也有那東西我唔去拗，呀，所以講人哋講拗山歌呢，嗬，呀，坦白講呢，拗山歌冇人改呢，所以呢，家下人嘅啲就詩冇啦，拗得唔正，天嘢起碼咯，人戲嗬，我記啊，行好啲，唱上班都樣按你就做得，好，加油哈！好，謝謝哈。沙哈人請幾個先生嚟講。好，羅小姐吼，伊今日帶來一個山歌子，就就一個歌星來講，伊今日係真是一路昂到台上唱，啊，伊冇乜個講，但是呢，今日有2隻個事業可能伊就小可注意哈。當然啦，伊講學唱山歌，先手開嘅，大概手勢啊，唔係招，千島人將一個手拿來唱到招，
佢完全就冇重要哈。一在咬字部分，人就要注意下。至於講嘅三個嘅講言見智啦，哈，講言見智啦。因為樣辦呢，已經講我走一個詩去唱，已經講我走有言去唱，也係東西就看自家。但是今日就出面嘅家，哎呀，賴老師也有講到，一個一路昂淡嘅淡詩啊。也係得淡絲嘅咬絲葉，冇去將個絲咬上來去做完，結果就直接淡變淡嘅。所以係以後你猜日後邊係按到去自用，你就小個要注意下，尤其一個咬絲，哦咬絲部分，還有雖然我係昂蒼啦，但是佢要做到嘅微潤，係你要同佢做到來哦嚇，再加油嚇！來看本書，羅風飛一本書。調色一本，唐太國共用。一本書加油啊！哈，啊，加油！加油！還有第6名。再往前一點沒關係啦。先不用動佢啊，再怎麼樣我也第6名嘛，對嘛？好，來沙來。希米勇帶來評判。好啦。因為我係客家人，故所呢，我學習客家話也真辛苦。不過呢，我對客家山歌當有興趣。我哋下也做宣傳師咧，希望這裡嘅力量，讓客家文化發揚出去。希望大家幫我支持，加油！你好，好，係，大家好，對佢嚟講一種客家心橋啊，學唱客家山歌應該冇人改嗬。當然學啊，最中意講嘅啊，常常鬧笑話嘛。對啊，所以講乜嘅同學教唔講乜嘅？鳥童，係乜嘅？天課。哦，天課。天課係係專業，唔好唔記得，可能念到幾十萬。鳥童。啊，係要嘛，係要嘛。要當到。當到。唉，講唔聽啦。冇想到變安利開啊。係咩？我而家客家話講到別人行嘅爭，係啊，兩種都會講。客家山歌好聽。係真有興趣。哦，那叫佢是接觸嘅。96年到7年。96年。就民國96年。到7年時間。幾十年嚟咯。誒，真開始學練皮毛。唐詩還唐唔是啦，先生講，你就要寫注音啊，冇事你要用推背嘅詩去記改隻詩，真辛苦啦。嗰樣詩會講嘛？唔要。嗰樣詩係10年前係唔要講嚇。略嘅皮毛嘅客家略會，你前面全部唐唔是，你罵你咩唐唔是？哎呦，就啱啱啊！啊，最常講嘅，學個按辛苦的。按做嘛，想要繼續安尼學下去。因為我感覺客家話
真神奇啊！哦，你过年太一家落买啊，客家话无见得太一家买，真的哦，系啊，像我先生佢迄尿片，我要放尿片，尿片咩无人买啊，唔係講凊彩人數買，介我將開始我伯公講，細人都係叫我佢講，借100塊來是貨，叫，貨我咩聽唔是，貨我上書句，闊啦嗬，闊。熬落去嘅粉咩貨嘛？哦，和落去啊！啊，奇怪，特別佢看到個聲音，叫技術講，這100塊就出來和，湯唔是，湯到叫長湯唔是，就唔敢。這就會追100塊就出和啊！喺度唔敢滿人，喺度當見燒，當見燒啊！計副客人全部都講尿片，我長湯唔是。唔知起碼我呀講我好，我咪唔知凊彩都咪做慢慢學。牽起來咧，我會去問佢哦，我會去問伯公、問伯婆，問佢叔伯嘅阿嫂。你叔伯嘅阿嫂佢都冇乜嘅會講，啲輩嘢全部我自家會定會講。傻逼耶！多種腔調，成就感。真的傻逼啊！厲害耶！你啊，讀到嘅伯公伯婆全部用尿片攞嚟講。哦，跟唔跟呢？吸煙有同埋嗬？吸煙是糖豆三個，哎呦，好好聽哦，日慢慢學。其實嗬，嗰種唱歌嘅學下講嘅嘛。正經嗬，一隻詩教嗬。你跳過去你就唔記得。我唱歌我會記嘅歌嘅底本當到山歌啊，當到客家話啊，你就學當到咧。會彈公片的啦。謝謝。係，倪老師。好，美容台姐哈，今日從平板我去到不管係腔源哈，然後你個推風表現，我去到讀以後哈，就係講可能基本上聊牙，哈，咁個咧我去到冇人響哈，因為談起來係當好談，就講每日係講讓你建議就係聽意見哈，應該數誒，為啥我去到做啲合唱調哈，就係談講唔是，談講唔那是的。好，按樣我去到會合唱的，因為是唔是，好就數音咧，音是來按唱，好，然後你係四音，好喊冇，可能冇喊答，好我去到，好出嚟見我主動做個改一下。其他我去到當講咧，係沈夢英當有進步。老師，主要認真。第三團。搭團試驗要記得，搭團的時節冇關係，嗬，你注意看嘢重播帶有關係，嗬，4季8節要注意啦，嗬，係要記得的時候，感覺你嘅氣場都是乖乖，嗬，有限電廠，嚟模台南，你3隻詩記得咯，模台嘅時節2隻詩呀，模台，3隻詩講話啱咩時節，模台南，模台南，是乖乖，我模台喲。兩隻詩嘅時，你就模台哦，模台踢，模台南嘅時節，模台南，音又是模順，好注意，好嘛？好，繼續加油。哦，謝謝。安子識，好嚟看分數，來。一米用嘅分數。沈夢先生，97分啊！謝謝。也分數改人幾多分咧？唔知。唔對啊，冇算啊。統計下嚟。條牙裝唔落人多都知。來，掂咯。好。還有3粒來，好，這樣嚟。謝謝，沈夢太監，沈夢。好。來，真別難錯。節目都要告一段落啦，哦，好唱歌朋友激嘅嚟報名。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好，等下到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以外呢，還沒有多謝辛苦嘅評審欣賞，安子謝，謝謝。謝謝。什麼？你也唱衰咋？辛苦啦，各位辛苦。什麼小？謝謝老師們，謝謝。
好，同时大家嘛唔记得咯，下礼拜各位就时间的时间呢，猫眼大擂台，猫眼向下來，再見，拜拜。